香港人在內地買醫保有咩優勢？不止報銷高達90%，連長者醫療券都可以喺大灣區使用。先講現實，香港睇病兩條路，公立醫院等於免費，但要等，隨時排幾個月，甚至半年以上；私家診所等於快，但貴。普通感冒檢查項目5000美元加，門診手術2到3萬，住院治療1萬起，嚴重疾病幾十萬起。所以越來越多香港人開始北上配置內地醫保。其實由2020年開始，香港居民已經可以參與內地醫保體系。以深圳城鄉居民醫保政策為例，一年約538蚊，一年費用門診報銷約50%，住院報銷最高90%。重點係使用體驗，睇病快，成本低，可以異地報銷，全國通用，做個備案就用到。再加碼一個重點，好多長者未必知，香港長者醫療券可以用於大灣區，例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門診費用可直接用醫療券，系統自動結算，每次只需自付約100蚊。其餘政府補貼，所以而家真實玩法係香港醫療加內地醫保，雙重保障，小病深圳解決，大病多一層選擇。但現實問題都好直接，有人買唔到醫保，有人卡喺居住證，有人超齡唔知點處理。如果你想買但買唔到，唔清楚自己符唔符合，或者完全唔識流程 ，PM66，我幫你睇清楚你嘅情況，再講你仲有冇機會入場。呢樣嘢越早搞，差距真係會拉開。